东突厥斯坦拘留营的哈萨克活动人士在阿拉木图被捕。哈萨克斯坦著名活动人士比拉什星期天在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被警方逮捕。比拉什被控犯有散布仇恨言论罪。比拉什是哈萨克斯坦民间阿塔朱尔特志愿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在中国大规模镇压穆斯林行动中，比拉什一直为深陷其中的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奔走呼吁。为阿塔朱尔特青年志愿组织提供咨询的律师艾曼乌马诺娃表示，他正前往阿斯塔纳，要在法庭上为比拉什辩护。阿斯塔纳警方没有对此事做出立即回应。150家土耳其大理石公司参加了厦门天然石材和技术展览会，多名土耳其商人被逮捕。2016年以来，在广州浮云和土耳其从事大理石经营的3个公司的4名负责人在酒店被中国警方逮捕。逮捕原因是这些公司声称涉嫌2400万里拉逃税。世界银行批准向孟加拉国提供1.65亿美元的增款，用于帮助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该银行在声明中表示，这笔增款将帮助孟加拉国为逃离缅甸暴力事件的罗兴亚人提供基本服务，并建立灾难和社会适应能力。委内瑞拉国内大范围停电事件进一步发酵，一度恢复的电力系统再一次进入瘫痪。马杜洛还表示，本来截至9日中午，我们已经恢复了受影响地区将近70%的供电，但此时又一台正常运转的发电机遭到了新一轮网络攻击。包括美国、委内瑞拉反对派在内的国家敌人使用高技术武器，再次对该国能源系统发动了更大规模进攻。中国银行行长称，美中已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星期天说，美中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